鴛鴦由一群喺倫敦政經學院 LSE 讀書嘅香港學生喺2026年正式創立。我哋個名係嚟自香港最有代表性嘅飲品鴛鴦。我哋相信要深度了解公共政策，就一定要有兩種味道，一種就好似咖啡咁嚴謹、咁有框架嘅咖啡系列。我哋將會邀請專家用專業嘅角度去分析同埋探討未來。而另一種就好似奶茶咁親切、咁隨性嘅奶茶系列，我哋會用最熟悉嘅廣東話去一齊傾下時事同埋社會熱話。好多人問嚟到英國讀政治、讀經濟係咪就代表會同香港脫節呢？我哋覺得係啱啱相反，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國際嘅視野，更加應該用翻更廣闊嘅角度去睇翻香港嘅公共事務。點解我哋要搞呢個 podcast 呢？因為我哋相信作為學生可以做得更多。身為 LSE SUHK Pass 嘅一員，我哋好希望喺呢個充滿挑戰嘅時代，建立一個能夠俾香港人理性討論嘅空間。鴛鴦唔單止係一個 podcast， 更加係一個平台，俾大家一齊去思考、去辯論，一齊揾出屬於香港嘅新方向。除咗我哋啱啱提到嘅創立願景之外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我哋第一集請咗邊位嘉賓。我哋好榮幸第一集就請到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黃宇信博士 Brian。今次呢場爐邊對談，我哋會同 Brian 傾下3個重點。第一，到底香港喺依家呢個變幻莫測嘅國際情勢下，仲扮演緊咩角色？我哋係咪依然係嗰個不可或缺嘅橋樑？第二，由中學到大學，我哋喺課本學到嘅社會科學理論，究竟點樣去回應現實世界嘅複雜變化？最後，我哋會拉近啲，面對地緣政治，而家嘅年輕人，甚至係身處海外嘅我哋，可以點樣發揮我哋嘅影響力？想知 Brian 有咩獨到嘅見解？大家記得留意我哋正式上線嘅版本。無論你係鍾意咖啡定係鍾意奶茶，我哋都歡迎你加入我哋呢場對話。如果你都想聽唔同嘅觀點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獲取最新資訊啦。我哋係鴛鴦。